收看基本嘅福气类呢个节目，基本开始了单嘅，然后大家咧讲嘛，介班哦，讲到只当冲，然后开始系安尼讲的，安尼闺女嘅，安尼又发现冇，大家当因为是洗澡啊，我讲到洗澡，大家是不是惊啊？想讲哇，洗澡一天当辛苦嘅事情，到底洗几久，哈哈，我身份容易过咧，不过咧，用啲到底因自家嘅绕嘅系咪有问题，容易发现问题，容易治疗。安尼今日当分去做啲绕墙，到线上来到两片，然后大家来分享吼，所以大家咧分享呢边嘅里边，佢系类似。重辣辣性易燃心中内口嘅林金光主任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立新医院肾脏科林金光林医生。欢迎医生哦，分享欣赏哇，欣赏其实青多年前有来到福喜来同大家来分享安样嘅知識，好冇？係啊，不過青多年咧嗬，2-3年前多一擺。佢說嗬，你看青難地嗬，因為欣賞青無限，佢說根本嘅係特別有請欣賞嚟到節目地度同大家來分享。肾脏有誒嘅問題啊，公司才發，我覺得大家講到腎臟，好像低又輕鬆唔低，吃到青蔥油又唔低，咁容易去了解，唔低咁容易去保養。佢說今日好好嚟講一下，不過一開始先生佢講，叫考試，叫嚟考癌，考癌知道考試考癌之前，強用。用金朋友吼，向下來本先生考試一下，因為先生有帶來青島嘅題目吼，青島嘅這個小題目，你看到，比如一開始都得看到有3題，好，我們就由像天師機前面嘅用金朋友向下來猜猜看，好像考試強用誒，然後醫生先問我啊，我會答啊，用金朋友你也一起答啊，醫生會同你講，嘿，錯也唔錯，嘿圈。也係差，哎，我做得冇？做得啦。好，我先生你講一下，第一題。好，第一題哈，132有一朵葉葉味。亮亮。亮亮。啊，你就錯誒，較簡單哦。其實人家真嘅係清定種哦，嚟聽呢。好，葉味基本嘅單位係乜嘅？公司採發，我真經唔低。不過一般人吼，先生講考試唔會嘅時間，你猜3就對了。故說係3，錯冇？哦，很厲害。故說如果要真的是猜對了，其實我真經唔低。有樣嘅最基本嘅單位吼，很多腎源。腎源吼，佢有嘅腎絲球藤、腎小管2種合強下。真經吼，佢係專有名詞。專有名詞。難怪你看唔低哦，大家唔低咩冇相關哦。不過下來就做唔定唔低哦。問一下誒，第3題。葉味有一胎嘅，一胎嘅。前頭嘛按胎，前頭嘛，係按錯冇？錯，哦，按厲害哦。還有3題吼，來。還有3題哈，葉味形狀吼，葉味乜個事，從乜個按到乜，從乜個東西？公司採發，因為家醫院嘅時節，當個牆壁都有貼那個海報，古總還有看過。蠶豆錯冇？蠶豆對，有的人講腰果啊，腰果哦。其實公司採發有時候你是有誒，有冇？佢煮嘅有誒，咩按樣嘅形狀？上嘅都按嚟用嘅，係啊。第5題，一題較難哦。好，葉味一日吼會過濾1度公升嘅水。公司採發，我好像有偷偷知道答案，唔過吼，一般人講你按用摸眼，還會猜2。唔錯，呢個答正確答案係乜？正確答案係180。你胸口有口呢，180公升呢。係哦。我們整個人體的水都冇按到哈。如果99%哈，會大概回收轉。哦。如果騰到1%，會變尿添。真嘅。啊，180公升呢嘅液體哈，都係會當到1.8公升嘅尿添。哦，按容易哦，而且是每99%會回收。都說係當年摸一下誒，該鄉親朋友了解一下，該你一年屙尿嘅屙幾多嘅尿係真正常嘅。一年吼可能1500到2000前後。有可能。一天呢，鄉親朋友你想一下，你一年屙尿嘅屙幾多尿誒？有沒有1000公升？1到1.5？不，1公升到1.5公升。一般就按按用張係啊，下擺吼，迄個是發燒啦，也係
迄个很多的水下是较大地位，差不多是2-3公斤的水哦。安容易哈，好，接下来看最后一题哈。好，一个最后一题哈，迄乜个原因哈？我编那个慢性野味片，乜个原因最长最佳宽度？我知道2个都会呢。有氧，哪只卡位？哪只卡位係冇？卡到。疲勞無怨湯啊！唔係糖尿病度高血壓，希望。係糖尿病高血壓最多。最多係冇。係食野味咩當到係因為糖尿病高血壓引起嘅。古時候唐時才按講，大家就做得了解吼，其實有腎臟野味，其實公司在發，就像剛才那樣是很基礎的知識。唔過唔啲鄉親朋友後面有按用嘅了解，大家就第一鳥。大家就知道說哦，糖豆洗腎就會害怕，會知道好可怕。然後嘛該洗腎就是腎的功能有問題。唔過大家後面真嘅有去了解，你要用你的預防，對不對？兩種土就會形成，可以稍微幫我們解釋一下，而且可以講一下同排尿的關係。對，錯。個野味吼，一般來講，野味太細吼，它有講過從前頭嘛按胎。啊，有的人講誒前頭嘛較大呀，有的人較細呀。對，因為較大嘅原因吼，前頭嘛較大，一兩它12公分左右，有的人10公分左右，也都還算正常啦哈。呀，野味嗰個是按你切開來吼，切開來我看到剖面圖會像按的啦哈。有一個野味一般來講，野味都方無神經，佢無神經，佢神經喺頭腦擺。一般嚟講，人講野味痛嘅腰痛，當到唔係野味引起嘅啦，可能係其他原因嚇。如果有啲情形，野味也會痛啦嚇，就像個人嘅泌尿道感染嚇，有個細菌感染，佢即係個腎臟會發炎。會狀態加下嘅野味都會動痛。真嘅，有些人也會知道講，其實佢吃到不舒服，去看先生，叫先生同佢講，你是急性腎發炎，佢就按講。係哦。佢這有可能是泌尿道引起的係冇？係，佢可能嘅泌尿道感染吼，就先到膀胱，個等等嘅輸尿管都野味吼，如果是發炎如果狀嘅動態，加種痛吼。用嘅命都命唔多，唔掂咧，就會冇講，那隻地方特別痛，唔過佢隻嘢我都擋唔爽快，你靠過去，我跳起來我動痛，因為佢腦部嗬發炎，撞到同態，變一神經嗬，變你撞得嚟我動痛，喺切開嚟都按嚟嗬，像人講嘅一輸尿管嗬，然後都講急性腎盂腎炎，嚇都有就會發炎，野味係按嚟，嘅野味嘅佢有講嘅。基本單位啦，哈，叫做腎絲球，腎絲球個有一個腎小管，用個可以有很多腎源啦，哦，要腎源的話，如係個野味基本單位，一隻野味有100萬隻腎源，哇，哦，佢隻野味吼，佢同佢個葉頭高啲吼，當辛苦。不過講到鴉片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其實現場有講到野味，因為你剛剛說發癢嘅時節係外面的神經嘛，佢說裡面是冇神經嘅，冇神經。佢說其實佢係講有問題，大家沒有容易發現從冇。係有啲嘢嘅野味有結紮唔會痛，唔會痛；野味有生腫瘤唔會痛。哇！嘅野味係結紮嗬，有人講捱結紮會動痛啊，同野味都講結紮唔會痛，石頭跌下來卡到摸到輸尿管，嘅輸尿管如會糾結樣嘅，加佢質嘅野味如會嚴重下如會動痛，加如會痛。你這就是青東人講嘅嘛，一般來講，大家會知道野味同肝臟相容，同嘅肝相容，因為肝呢就冇神經嘛。佢說一般來講，你發現你嘅肝臟有問題嘅時節，其實都輕嚴重嘅。係講你冇去定期做空前嘅檢查，就冇容易發現。個腎臟係咪有相容嘅問題？相容當然都食野味嘅，係唔啲野味快踢。嚇！有啲人都按嚟，都食野味當啲呢。哦，就會有問題嘅，家當有問題。佢可能平常時冇去檢查，佢也唔知佢野味問題。結果就知道有問題嘅，基本先生看嘅時節，先生講，你要洗腎哦，你要洗尿吐個，加當我講以前都冇針頭呢，一樣，因為嘅野味都好佢冇神經，
古说有青豆嘅人，真嘅完全冇针头，不过一看欣赏嘅时间问题就一台嘅，就会开始死油。有人有调查，报纸也有写过，讲有90%的人哈，野味偏的人有90%的人，去甲唔地有野味偏。哦，130有93咯。哦。古说真嘅，我去做检查，就做的。我做检查，去检尿啦，做下摆出血检查，嘅有帮忙。真嘅吼，其实肾脏嘅功能吼，大家一般来讲嘅了解，可能就会知道嘅，那肾脏的功能就会排尿嘛，过滤，对不对哈？不过其实功能有青豆。哦，要边同大家的分享，比如第一个过滤排泄就会清楚嘅功能，一般人了解嘅。系啊，一般人了解如野味功能吼。排水，如屙尿咪哈，排毒，排毒，哈，嘅，包括很多尿毒，如果从尿毒方排出来嘅毒素，很多尿毒，错，野味专门来排安尼毒素，野味排体咧，嘅毒排唔出去，有很多尿毒。佢就先生讲嘅，其实野味功能清度，还有乜嘅你撩一下，等下就同你讲。所以，节目啊，是唔常有讲到嘛？譬如讲，肾脏的功能，其实一开始大家就讲的，就像你讲的，就是排尿嘛，从嘛屙尿嘛，然后还讲有毒素，身体的毒素，然后也是排毒。啊，你讲到尿脱，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排毒了，故说有尿脱，系安样，该叫清洋葱呢？系啊，哦，个野味功能吼，唔止排水、排毒两种天咯，其实当多种功能咧，吼，我听下都有看到吼，啊，可以从水分排出来，啊，还有个维他命 D， 啊，维他命 D 吼，当多人都 D 咪，吼，係同个骨质疏松有关系，错，啊，也一般人讲，多去晒太阳。不過而家一般人曬太陽吼，因為空氣污染啊，太陽咪曬唔到啦。當然，維他命 D 唔啦哦。太陽曬到皮膚吼，皮膚會產生維他命 D 嘅前面嘅原料。維他命 D 吼，其實經過管體都代謝，過會經過野味天意都代謝，當邊有活性嘅維他命 D。有活性維他命 D 同骨質疏鬆有關係。哦，野味係快體嚟把嘅骨質疏鬆會較嚴重。哦，一種野味含有一個功能。古說真嘅係環環相扣誒，係哦。唔係講人體按用嘅機器真嘅係按用嘅，你一個體風有問題，其實你連帶的青豆嘅體風就會有問題。哎呦，哦。除咗維他命 D， 佢有一個很多嘛紅血球生成素同周線有關係。個紅血球吼，佢愛做出來家下佢有一個紅血球生成素，可以刺激佢。嘅紅血球生成素99%同野味嘅單位做出來。佢假使野味快體，會也都會減血。哦，紅血球生成素唔啦，嘅人會減血。哦，而家好彩而家有嘅基因合成咧，有做啲額外打紅血球生成素啦。如而家食野味人，佢唔會按減血按嚴重。哦，佢會同個酸鹼平衡有關係。哦，嘅係野味快體，嘅身體會較酸。哦，因為野味會同酸排出去，佢同嘅一些像也係講到排通咪嚇，當到脫尿脫，因為按呢蛋白質嘅代謝係會廢物。叫我同野味排出去。一般來講，我們一般人就大家真研究啲乜嘅排尿啦、排毒、天一般人大家用錢，只係講按用嘅問題嘅時，大家就會尿脫，其實就會經常講嘅嘛，對不對？代謝一些廢物嘛，沒有辦法代謝，就會按用嘅問題。嗰個有啲會顏色嘅藥嘅啦，有啲嘅農藥啦，當到嗬，咁樣野味排出來。有啲都生意機都出來，佢咪食到啲嘅有藥嘅啦，有毒嘅東西也唔是按食，野味會排出來。假使野味快體，入毒素都排唔出來，都較麻煩。嗰個同血壓面有關係。有一個病人嗬，因為嘅臟腫瘤，兩隻嘅野味都切除嘅，可能都要洗腎嘅啦。佢叫做冇野味啊？冇野味都要食野味啦。嘅血壓嗬會非常大。一般人可能血壓120、130，錯，佢都70、80天。係高血壓的部分剩下70、80。收縮壓可能都70、80。因為野味嗬，佢同佢會分泌一啲荷爾蒙、荷爾蒙同佢血壓嘅調節有關係。
哦，冇野味嘢去阿我动来。哇哦，也个野味哈，唔止排水排土个，佢还当多功能。哦，姑说真嘅会好好来补一补用一下野味，因为野味有问题，真嘅你整个人青豆嘅问题就是循环的。你想看你嘅野味功能系讲有问题，你看你按豆嘅东西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洗肾系一个清辛苦嘅清辛苦工厂。可是大家黑样，为什么他这么辛苦？因为你有青豆嘅东西做唔得，像经常讲呀，嘛个活化维生素 D3啊，也有骨质疏松有关系，有红血生成素，红血球生成素又做唔得，从某一下排又不可以排毒，然后血压又会清代，所以这是我们肾脏的功能。不过根本也就会同乡亲朋友分享哦，真经像卫教知识共用，本大家都了解，野味有按重要嘅功能。好，那怎么办？大家都抵啊，抵啊用报复啊！你估说搞大家用来报复一样。不过大家都了解一下，你要保护之前，你要了解有嘛个警讯，对不对？黑公你平常是冇注意，等到你注意嘅时间，就会清洋葱嘅，错冇？这个就是警讯。系哦，嘅一警讯吼出来街，下摆都停慢嘅。挺慢的哦，等到都后背野味真是我代替了，我食野味等我出来啦哈。不过有一点懂葱药啦，泡藕鸟有泡啦。哎，先生，这会吓人呢，因为吼，我发现吼有青豆给你藕鸟有泡呢，我看到嘅时间，因为我用不按讲，因为我以前读国中的时候，先生嘅健康教育嘅课本大概来说有讲到亚点哦，由于嘅細蚊兒也好，細粒兒也好，你藕鳥嘅時間係講有泡，哎呦。结果黑狗有人藕鸟有婆，感觉清紧张哎。姑说这有一些分辨嘛哈，有哈有啦。给得上藕鸟如果一定有婆，只是婆多少。正常人哈本来都有啲的生理性的蛋白尿，就本来都有啲蛋白质。好，藕鸟本来会一啲啲婆，特别嘅走顺体都。放迄落藕鸟吼，泡啊较多。細粒兒咯，細粒嚟講，細粒係較多啊。因為細粒兒起底嘛，起底咧，蟲嘅較大啲。啊，嘅較有泡，不過有泡冇一定係蛋白尿啦，吼，係蛋白尿一定有泡。哦，蛋白尿嘅泡吼，係擺20分鐘、30分鐘嘅泡都唔可以少睇。我說你要觀察。觀察，正常人咧泡吼可能2-3分鐘都冇咧，安尼都較放心啦。好可怕啊！該外地嘅，迄講你發現冇下幾年藕鳥有泡嘅，佢藕鳥鵝體過後，你不要沖水，10分鐘過後看一下嘅泡嘅還在不在，係安樣講。清好啦，吼，嘅泡係野味正常哦，功能正常哦，佢泡都可以是出嚟，啊，因為蛋白尿哈，係野味唔會警訊，也真正係警訊。哦，野味都係看起來出血都很正常哦，蛋白尿會顯出來。哇！但都野味可是唔會一定有蛋白尿。哦，邊人都愛咧，可是野味係蠻快睇，蛋白尿出來人都愛小心，表示嘅野味可是疏鬆嘅，唔過出血係正常。啊，冇講出血正常，就清歡喜，都歡喜哦。其實出血正常，唔過藕鳥有泡，都冇一個人佢容易做唔得。因為野味哈，快鐵一般出血還係正常，快鐵75%當佢是為嘅出血咧嘅突數可是高一啲咧。還有講野味有問題，至少野味快鐵70%都快鐵咧。團都20%。其實用錢冇公平咧，用錢麻煩咧。你出血嘅有問題，可能已經70%，可能70%都係快鐵嚟哦，可能看唔出啦。哎呦，太可怕了！如果當然都會按嘅，但唔係去個野味快鐵。好，嘅有一個口訣啦，我記起啦嚇，都泡水果品天，泡水高品卷啦，泡係乜嘅？有泡，藕鳥有泡，泡尿，水腫。啊，水腫。如果細蚊兒只會有水腫。係啊，要有差，有啲會，係細蚊兒有啲會水腫嚇，佢水母放起來，佢水腫都少睇咧。冇錯。啊，腳腳過起來都會少睇，係真實嘅水腫嚇，腳過水母佢咩唔會少睇。哦，按樣嘅，按樣係要較安心嘅。較安心嚇，高係高血壓。啊，野味可是唔好嚇，血壓會變高。
那个越来越高，到4月尾血压不清高。睡一段时间血压又开始慢慢的当我降下来，因为野味开始慢慢的改退，完全冇功能。这真的很矛盾的，你可能你爱警讯的时间会高血压，不过迄讲你野味有青苔跟问题的时间会变低血压。迄个是用在野味都拿退的，变到低血压。低血压，伊个集团嘅有关系，贫血，欠血。强血啊有哦，强血，嗰個嘅靠個橋疲倦係橋一單個位呢，全部都較嚴重嘅，有人都有尿吐出來嘅，當我有安嘅症狀，尿吐嘅最早出來嘅症頭唔係水腫哦，唔係乜嘅強血的，最早出來係個腎沒食欲，看到東西我想排，明明都冇食東西我想排。感冒没陪的，很多的时间没陪。很多哇哈，对，比如生白的东西都冇必要哈，加下都尿吐都较严重的。古时候亚就会青岛人讲啊，迄讲你胃痛，大家就知道清烦喜嘛，很多食欲青葱药嘛。青葱药，各位有台湾人会可能会有血尿也会啦哈，可能也食唔落啦，也水唔冇啦哈，各位佢透氣。透氣有一種阿莫尼亞的味道，有很多金屬味，我有一個種奇怪的味道，像個水果個發酵的發酵，有一種味道，有很多尿毒症的特別的味道。唔過先生講嘅，迄講你真經統計講8條按用嘅味道嘅時節，也表示講其實佢已經清氧衝嘅，要準備瀉油。我準備瀉油嘅吼，哇！唐先生講吼，我想親朋友可能會了解到講，原來有按樣嘅警訊吼，大家是會注意，比如特別係屙尿嘅時間要注意，營養係咪要破啊？平常時嘅清空用飲吼，我還有多東西做啲分享，我請鄉親們先聊下，你等下陣再講。講到林先生來到節目第一度，讓大家來分享吼，你講野味嘅問題吼，我真經吃到吼，有看到今天這一集嘅鄉親朋友吼，我覺得真的是很有福氣吼，因為大家真經會注意，很青島嘅東西就是要提醒，不斷的提醒，有青島嘅人冇遇到問題嘅時節，又吃到冇相關。一遇到問題嘅時節就覺得好慢了，錯嘛哈。嗰時候鴉片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先生講嘅高危險群、青島嘅較危險嘅群體。對，不過講到鴉片之前，要先趕快發問一個問題，咩問題呢？就會慢性的腎臟疾病。有青島嘅人會知道講嘅，平常時看完好，突然間急性，然後送去醫院，然後先生講，也係急性呢，不過可能也好了，可能慢性嘅係用嘅問題。嘅急性咧，有啲人像中暑，一下睡失特中暑，然後醫療嘅腎功能變提起變第三期，有人都來一夾，老實講也要好一夾。急性咧，本來也會冇乜個大問題，其實一下急性嘅損傷佢好好保養一下，佢也會完全正常。不過有啲嗰種慢性咧，特別是有一個慢性病咧。嘅超過3週夜咧，野味都功能冇辦法轉來，很多慢性腎臟病啦。因為按到乜嘅原因，佢會慢性腎臟病。第一名係糖尿病啦。糖尿病嘅患者，食野味嘅病人50%係糖尿病引起嘅。哇！2隻食野味有1、3人係糖尿病。嗰時候有青島嘅糖尿病嘅人就會注意哦，你以後有可能會食野味哦。因為個血糖控制好控制同冇控制差咁多。有的人糖尿病好控制50年咧唔是食野味，可是有的糖尿病冇控制平均30年都會食野味，都會發體，一定要特別注意糖尿病最多啦，而下越來越多，因為糖尿病嘅病人嘅壽命較久，較長命，但係糖尿病變久嘅野味都慢慢嚟發體。以前冇多食野味，一下都全部都會讀到，高血壓也會，有很多尿蛋白也會，蛋白尿，有啲人嘅很多腎絲球腎炎，佢從細可能10個歲都有蛋白尿，嘅蛋白尿代表嘅腎絲球發炎，可能係個免疫力特強，佢安尼愛保護
杀细菌，结果又杀到自己，给破坏个野味，蛋白尿以前较多，也糖尿病轻多，65岁老人家吼，可能佢本来身体愈较弱啦，血管又较塞到吼，本来也愈较算危险期，因为该高危险群啦，吼，啊也都肾丝球发炎同蛋白尿重要，长期食嘅止痛药嘅，很多人嘅啊腰骨痛。比如拿个止痛药嘅，痛风发作，比如伊买嘅药嘅，有的他买药嘅有来路不明嘅药嘅，佢有肠动毒洗药啊、止痛药嘅，結果嘅食到路啊，佢還有個家族腎臟嘅啦，食野味偏人吼，食生人嘅係基因遺傳，食野味佢生人嘅得腎臟病嘅幾率較高，食太太。冇基因的關係，冇遺傳的關係，強藥呢係高危險群，強藥冇屬基因的遺傳呢，比基因遺傳較多。就是乜個原因呢？太太冇關係啦，結果環境差動到，可能2-3年都是強藥的東西，可能就食到強藥撞到野味樣，有人調查，也有家族腎臟病的，佢不管有基因。環境影響到動態，痛風吼係發作較會食止痛藥嘅，誒博鹽啦、食檳榔啦，較太強嘅人，也會高危險。我真經吼，我做了醫療單元按度攝下來吼，真經不論我訪問那些乜嘅科嘅先生吼。高危險群低度總是會有博鹽嘅人，真嘅，比如講高血壓、心臟病啊，乜嘅大家講來講去就會做唔得博鹽。係，因為博鹽吼，個血管吼，個血管吼，會變細件，會縮縮。給我個野味我較會發炎。我真嘅呢，因為以前大家就會知道好像只是一個宣導按樣嘅感覺，唔過我問過按到嘅先生就講博鹽呢件事情輕嚴重，不過大家都冇感覺。冇感覺吼。等到食野味啊，很見會博鹽，唔可以糖嘅。你聽到心臟有問題嘅人先生講，佢做唔得博鹽，我有冇用嘅啊？我有情況博鹽有冇用嘅啊？做唔得哦。博鹽吼，你嘅冇按簡單吼。太強人嘅話呢，減肥吼，有的人太強嘅話野味唔好，減肥後野味變好誒，又大個變又太強轉來，野味又較差。這是不是你係咪同心血管，也係講你的整個有關係啊？有當到嘅很多嘛，胰島素代謝、胰島素阻抗啊，當到原因都有。哇，真嘅，古時候大家為什麼說大家唔好鐵皮？原來唔好鐵皮嘅有點按度，後出按度，吼，對野味也挺有幫助。最後一個就是職業啦，做乜嘅那個鉛啦、汞啦，全部也都對野味都係一個劇毒啊，嘅食太多，對有不小心有痛到，有灼到，擦到，後尾有啲會這位皮膚吼，這位血液度吼，佢會影響野味。我講也唔係愛來。客嘅鄉親朋友，你同大家講，你要注意下，你自己係唔係啲高危險群低度，有冇？就是提醒一下自己。我哋講，哎呦，原來我有可能有家族病史哦，咁你就會較特別注意，較特別注意去本身上看，有三高嘅，特別注意。係，譬如你鐵皮呀，嗬，你就唔好鐵皮；你要博鹽咧，你就唔好博鹽咧，嗬。唔係講啊，你同意講就按樣你就注意，主要係按樣嘅意思啦，嗬。還有好發族群哦，像止痛藥嘅，有的人講，止痛藥嘅對野味好冇？一天唔好啦，嗬。止痛藥嘅對胃唔好，對野味唔好啦，嗬。要當要一天內啦，嗬。不過有的人食止痛藥又冇問題，有的人也食野味都發痰，啊，有一個當從野味睡一天而拉。有青島講一下，有青島人會講啊，叫先生去看先生嘛，先生就會拿個止痛藥嘅本意食，佢記住講，我冇食，我冇食，因為我食講咗我嘅藥會唔好，這是一個很矛盾的講法，跟你到底會食還唔會食？比如講你壓頭腦痛，比如你痛到冇法度做事，一係講壓寒到呀樣嘅，你就輕嚴重，先生講你聽錯意思，如果我冇食，冇食，我食咗講咗我嘅藥會唔好。因為拄會掉，冇食也清好啦。如果佢把痛都實在拄唔掉，所以也所以唔好，同埋痛到乜個事情做唔得做，佢把食啲咧嘅止痛藥嘅
唔可以因为是100，也係是2人就叫佢要快啲。冇按，也會係正常吼，冇按簡單啦。唔好講11到2刀也會就快。當係心驚啊，先生。不過這假使設置通藥嘅吼，冇辦法一定要設置通藥嘅吼，我特別注意一下啦吼。第一個水要多食啦。好，多食水。多食水吼，野味嘅水分落啦，代謝話吼，應該水對野味係保護，佢嗰邊野味看唔會按脆弱。啊，像個休克啦、敗血症嘅人吼，設置通藥嘅，佢把11刀野味就快退咧。啊，變急性腎衰竭也會，有的像肝硬化啦、心臟唔好嘅人啦，食野味食下止痛藥嘅吼，都要較注意啦。哦，佢要開乜個胎素食咧，不過胎素食按通冇食止痛藥用嘅都唔掉，有樣嗬。我行喺早地同先生討論咯。討論啦，嗰啲冇食菜通都唔掉做唔得啦，冇食太久啦嚇。啲嘢做得食，聽嘢他有講水一定要拉啦，哦，食止痛藥嘅水也要拉。當然係要有止痛藥嘅嗬，像嗎啡呀一類嘅嗬，其實佢冇按上野味。哦，老實講，它較雜啦。因為唔係講所有嘅止痛藥嘅都一定上味、上野味啦。哦，有的止痛藥嘅其實老實講冇按查，又用利尿劑啦，老人家食止痛藥嘅本身都冇按。因為有輕度嘅老人家，佢可能本身就有輕度嘅慢性疾病，佢一吃就痛風嘅，你就會就他就一定要吃錯。嘅路邊嘅野味都行，我較夾壞。嘅有的人嘅野味本身都冇嘢，止痛藥一定要小心。哇！一聽我小心，野味唔好嘅嘢嗬，而食止痛藥嘅嗬，最好本醫生看一下。因為止痛藥嘅有本幾下種，有的會較上味，有的會較冇按上味，有的會唔愛上味，哦，那個冇亂食。唔好去講亂食。還有先生講嘅使用嘅劑量開較大，個時間較長嘅人就會注意嗬。哇！因為唐先生講真的，我覺得我去甲訪問先生，我自己的收穫都很大。唔過公司採訪吼，先生你講一下，我知道知識增加很多，唔過心驚驚，真的，結果吃到清緊狀誒。想講哎呦，我希唔希田工也可以檢查一下，因為就像先生講誒，唔過我想輕重要嘅事情，就是你平常時就可以檢查。挺重要的嘛，聽一點，還有你會什麼個止痛藥嘅，你做啲同先生討論一下，互相遞一下，不然先生了解一下你嘅病史也係樣嘅。先看野味好冇，野味唔好，一定要小心。真嘅，哇！今天哈非常基本嘅非常感謝林先生來到節目地，同大家分享師母先生，哈，哇！希望大家今日看了是收穫動態，天天都做認同了。